后来都咧无水啊，搁即个嘉义民雄一间资源回收场搁烧大火，因为即个天气真干，加上即个塑胶啦回收的物品拢真好烧，所以即个火是烧甲真猛，一直烧到深夜12点才来控制。讲真有可能是有民众伫附近的空地啊烧废弃的家具，即个火炭烧出去，即个回收场才全烧起来。 大火日炭乌烟拢冲起天顶，往远远来看，袂输一座火焰山，看起来真恐怖。火就是一个资源的回收场，内面放真侪塑胶等等回收物，火一个倒就不可收拾。在炮的过程中，一个消防人员搁上车的水带头牵着伤加在，无啥要紧。到半暝11点，火才控制掉咧，天光了后，剩残火处理。 初步的起火原因是那个杂草火警可能延烧到那个资源回收厂。是安怎会导火？回收场边有一块空地啊，还有烧过的家具。火警迎过来这样子呢？下面的 KB， 下面的那个杂草堆那边，然后有人烧那个木材家具。它影响的比较明显的应该是在嘉义市，大概是在10点到凌晨12点的时候。 那一直到监测到今天早上，那这个部分大概空污的部分就下降。到底敢是人为的因素烧起来？这要去调查。验过这一个烧，虽然无造成人员受伤，验过回收场的生理人初步估计，这个损失差不多有500-600万。